这样是刚那首歌，我已经传到那首歌。还没有唱出来，是今天要没有，就是第一次唱那个。干扰。按波我们以公共来证明说我我嘛冇想，我想以前呢個靠。我買手機啦，我江老师，这只是说他有时候看了，他觉得你拍的非常的好，这样子。然后意思是说，对他也会拍的，但是你自己也。
敬告，将咱提拔咱的心来去来敬拜。耶和华的律法教成，会互人的心情活起来。耶和华的干净确实，会互人的心欢喜。耶和华的命令清洁，会互人的目睭光明。敬畏耶和华的道理是清洁，永远存在。耶和华的判断真实，一概是公义。以金比一个好金通银木，比米比芳芳比落的米较甜。咱三个来念圣诗133。哈利路亚，阿门。大家同心同声，做成俄勒尊名，主恩典就称谢。哈利路亚，阿门。请起立，三个来念。咱三个用使徒圣经来做咱信仰的告别。使徒圣经伫圣诗头前的13页，咱一声来念：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生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顶11个死，埋葬独阴府。第3日对世人中国活上天，打坐全能的爸上帝大平，伊要对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下面咱三个来起。
启文13篇，启文13篇，就是记载诗篇42篇。恁着咱三个来听。上帝啊，我的心迫切寻慕你，亲像河一切贫无溪水，我的心喙焦寻慕上帝，永远的上帝。我什么事会到上帝面前一条线？我每日用目屎准饭吞，因一直问我，你的上帝伫倒位？我早前带众人做阵去上帝的厝，用欢喜称赞的声大家守节，我怀念这的代志。心意上之上。我的心啊，你是安怎郁卒？是安怎伫我内面好好惨？着仰望上帝，我还佫要称赞伊。因为伊是我的拯救者，我的上帝。我的上帝啊，我的心伫我内面郁卒。所以我要对约旦的地、甲欧门以及以撒的山少念你。你的瀑布出声，深渊甲深渊相呼应。你的波浪，你的大雁迎捌我。你是上主赐落伊的阻碍。你是伊予我唱歌，对使我活命的上帝祈求。我要对上帝，我的石盘讲，你哪会袂记起我？我是安怎因为对敌的压迫异常服行？我的对敌欺负我，拍碎我的骨头。因一直问我，你的上帝伫倒位？我的心啊，你是安怎郁卒？安怎伫我内面好惨？着仰望上帝，我还佫要称赞伊。因为伊是我的拯救者，我的上帝。你只咱三角额头来祈祷。至诚的天父，阮感谢你的无限的恩典甲疼叹。经过一礼拜久的时间，你予阮阁有即个福分，同齐伫你的圣殿三角来敬拜你。天父上帝，我要向你仰望，因为你是世界的主，也是天地的主。你也是提供各种丰盛予阮的主，因为你的固守，你予阮伫疫情平稳了后，各行各业拢会当复苏，渐渐恢复自由的生活。这是何等的恩典！阮要不时献上阮的讹乐甲感谢。主啊，而过去的8个月的时间，阮教会虽然无牧者来牧养，但是阮犹原同心合意，坚定阮的信仰。互你的旨意行伫遮，等阮无偌久，将要有新的牧者伫阮的中间。阮要献上阮的感谢，你也要引带伊牧养阮这个羊群，行走至善的道理上，同心合意来服侍你。互你的教会一日一日，因为主甲牧师的同工，甲阮众信徒的合作来看起教会复兴。求主你继续保守带领阮传播福音伫即个地区，带领搁较侪人来加入认识你，做蒙恩蒙福的国度。天父上帝，阮也要为着你前几天伫土耳其甲叙利亚所发生的大地震，造成真大的伤亡来祈祷，求主你的怜悯甲恩典临到这两个国家，保守两国的人民拢会当平安，互救援的工作会当因为你的恩典，互因一切拢会当顺利安全，也安慰所有苦难中的心灵。愿你的救恩伫即个时阵，那光照伫因，或这两国的人民的性命甲灵魂，拢会当得到及时的拯救。阮也要为着后礼拜要召开的好会来祈祷。阮也要将过去一年教会所办理的事工，拢照着圣经的教示，有次数的献上。也为着新的一年的事工，求主你的带领，
一切事工，拢会当照着你的旨意来行，互阮同心合意，为兴旺福音来做伙努力，为着教会合一来祈祷，愿你帮助阮一切往共一个目标迈进，伫信仰中性命的中进。求主你帮助教会兄弟姊妹，会当靠着圣灵结出丰盛的果子。主啊，这时阮要怀着谦卑的心，透过牧师所传讲的信息，来领受你的教示。求你互得救的人伫教会中日日行天，互众人看出上帝恩典中的奇妙。愿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恁圣歌准备献诗。下面咱要来看上帝的话，今要看的经节记载伫新约马太福音第8章第2节甲第4节，马太福音第8章第2节甲第4节，好啊，本字第9页，白话汉字本字第8页，现代中文的本字12页。现条我来读。拄着有一个太高的就近来拜伊，讲：主啊，你若肯，就会互我清气。伊就伸手摸伊，讲：我肯，你通清气。
伊的太哥念伊清气，耶稣甲伊讲：谨慎袂得甲人讲，独独去将本身互祭司验，也着迄摩西所犯有的礼物来做证据的人。以上下面讲到牧师今日要讲的题目，先要让我们走出小圈圈。咱请牧师。各位下世大家平安。平安。这个主日，哇，算起来是第10个主日，杨牧师甲咱大家来分享圣经信息。这会当讲吼，这嘛是一个，算做一个，这是一个阶段啦吼，10个吼，嘛有100个吼。伫咱今仔日圣经信息分享以前，咱先做阿头的祈祷。慈悲疼痛的主上帝，阮实在感谢你，你守护阮主你的话伫阮的中间，互阮通亲像你伫阮的面前对阮讲话共款，互阮对伫主你的话，阮通反省阮家己，也当透过主你的话，互阮知影阮怎样做，才是合伫主你的旨意。主啊，恳求上帝你的圣神伫以下圣经信息。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落下这，咱是第2个主日来思考耶稣信者的意义。顶边有讲过，咱要看圣经中间所记载的信者，咱爱对3个方面来了解。咱知影。信者是咱的汉字安尼写，伫圣经内底实际上无一个特别原文，圣经原文中间无特别一个字来讲信信者这个字，所以伫希腊文内底，咱知影新约是希腊文所写，用3个希腊的字来讲耶稣行的信者，也是上帝所。互咱得到的信者，咱知第1个叫做记号，耶稣行信者，这是一个记号，就是上帝的听，上帝的快乐，上帝关联的记号，透过道成肉体，成做耶稣伫世间行互当时。的人看到，也透过圣经，互咱体会到。所以信者就是记号，上帝快乐、上帝关联、上帝听谈的记号。第2个是啥物？第2个是快乐。这个信者是上帝的快乐来行的事，这个快乐。第3个。新约圣经希腊文来代表耶稣信者的字，叫做工，工程的工，就是上帝所造成的代志，这就是信者。所以咱就知影，为什么耶稣讲上大的信者是啥物？约拿的信者，约拿书内底咱看到的信者是啥物？人心的改变。若无上帝的快乐，人的心袂改变；若无上帝做工，人要改变一个人的心，改变一个人已经久的一个旧的观念，迄根本会当讲无可能。你靠人该威胁，还是用情绪勒索，其实拢无效。反倒等人的心，其实要改变。有时阵咱用人的方法，煞倒弹，伊会反抗，伊会有其他的反应，伊会生气，伊会甲即个门沟通的门关起来。
所以除了上帝亲自做工，若无人的心真正要改变真困难。所以今仔日咱看到咱圣经的标题讲撑起太高的人，大声咱爱问，咱每一遍读到圣经，尤其新约圣经福音书有记载着耶稣所行的神迹，咱爱思考就是，咱读圣经是为什么？咱读圣经就是讲，咱今仔日所读到的圣经，这段圣经要怎样运用伫咱今仔日的生活中间？圣经毋是读了后，你会当出去顶，讲我真牛，毋是，是要运用伫咱今仔日的生活中间。所以顶个月，咱伫礼拜中间听到圣经信息分享是啥物？雅各书，信你就要行出来。你信敢若信无行，安尼信是空空。过来，咱爱思考就是耶稣的神迹，咱所读到耶稣的神迹，耶稣的神迹，甲咱21世纪的你甲我有啥物关系？所以咱今仔日咱读到马太福音8章第20到第4节，记载耶稣医治一个患着这花语，花语，咱汉字写麻风病。我看过有诶台语汉字写即个麻风病，迄个风是迄个风台迄个风人但是实际上咱知影日本时代日本人诶汉字，伫咱台湾用是用啥物？汉生病、汉生病，这是正确诶方法。即个诶翻译汉生病较对因为无论是泰戈病，也是即个麻风病，即个汉字写即个起笑迄个风啦，因精神无错乱啊，因只是有即个镜头、即个感染，所以汉生病，所以伫遮咱嘛机会教育一下咱啊读圣经，有时阵无错，即个台语汉字版是安尼写，但是咧，咱若平常时咧分享的时阵，咱会记一，即个和合本所写的麻风病，也是大麻风，实际上是汉生病，汉生病，这是对即个发现即款迄个病毒的即个人的名的姓Hansen，Hansen's disease， 就是汉生病，汉生病。所以人爱问，咱活伫21世纪。甲即个2000年以前的即个汉生病的即个患者，咱有啥物共款的所在？咱甲伊有啥物共款的所在？所以今仔日咱所读即个耶稣行神迹的即个圣经，马太福音8章，即个耶稣医好即个汉生病的患者，这咱袂当干那读讲即个。真趣味，真奇妙，咱甲它当作是故事来读。咱爱注意到这其中包括啥物，甲咱现代基督徒性命相关，会当学习的功课。所以咱知影，其实新约旧约圣经内底。所写着即个汉字写麻风，也是咱台语讲泰戈病，其实敢若是即个指所有的皮肤病，因为圣经内底有记载遮的所谓的麻风，也是泰戈病的症头，实际上甲真正医学所讲的麻风杆菌，所以毋是病毒，是细菌。麻风杆菌引起的即个汉生病是非常的无共款，所以旧约通常写讲皮肤会变白，其实这咱湿疹嘛是会白白对无？迄其实就指讲所有的皮肤病，甚至有时阵我会想，想有一遍
牧师是滴酒不沾。有一遍，即个教会以前的教会，即个围炉啦，过年前一天，二九暝围炉，即个教会拢会围炉。啊，有一遍迄个会友，哇，煮一大盘的乌鱼子，然后咱知影，这传统的煮法就是乌鱼子，爱是安怎？先泡米酒对无？啊，有的人不止泡米酒，爱泡米酒头，也是搁较纯，讲即个酒精较济，好亲像是较好食是安怎？但是不幸就是讲你酒若用迄个酒精上高的，煞煮了后，迄顶面其实拢留酒精伫内底。29暝迄个教会的围炉食乌鱼子，转去煞安怎？煞规面规个面整起来。第二天阁有啥物？第二天早起阁有迄个新春礼拜啦。我会记印象真深。像即款过面，迄嘛是迄嘛是圣经内底所讲的。圣经中间所描写的，其实就是皮肤病啦，皮肤病。当然，内底阁有一寡描写，真有可能也是咱即马医学所讲的 Hansen's disease， 麻风杆菌所引起的皮肤的毛病。但是实际上，圣经内底讲的，迄就是一个普遍的一个皮肤病。但是，咱圣经将即款所有的皮肤病、皮肤出问题，所谓的台语讲的即个胎哥病，也是华语所讲的所谓的麻风病，拢将这甲罪来关联。圣经拢将因关联做伙，所以亲像讲民数记12章记载米利暗批评摩西了后，哇！煞开始皮肤有镜头，民数记12章，过来利未记13、14章也有讲，这咱今仔日所读的，耶稣嘛有提起，有即款镜头的人，好了后咧，甚至搁爱去找祭司来检查讲皮肤的镜头好了后，搁爱献赎罪祭啦，搁爱伫遐认罪悔改。当然，2000年前。医学无遐发达，所以将病痛甲人的罪来做牵连，地教会有遮圣经的记载。但是你若真正去找讲即个汉生病，咱台语以前所讲的胎哥病的患者的相片镜头的相片你就知影为虾米？圣经内底将即款病症写袂输讲人真惊，一定爱甲伊隔离。真正迄个镜头是真严重。但是圣经内底所描写的足侪毋是即款的镜头，皮肤变白啦、安怎啦，无共款。好，咱搁转来。马太福音8章第20到第40记载耶稣医治即个患着汉生病的人所描写的，咱爱会记住。咱斟酌来看，不只是身躯得到医治，即款身者不只是身躯得到医治，更较重要的是啥物？耶稣透过行动，啥物行动？伸手摸伊，提醒咱啥物？无错，当时的人将即款皮肤的病甲罪人的罪来牵连做伙，但是耶稣透过伊的行动，讲所有的罪其实影响到的是人的灵命、人的内心。但是上帝透过道成肉体，成做耶稣，帮助咱来看清楚上帝怎样来看人的罪，然后耶稣是怎样帮助咱来脱离这款罪的控制。有时阵罪是因为这个社会安怎看一个人，但是这款社会看一项代志，将一个人看做
罪，有罪是影响到人的心灵。所以伫遮讲的罪，好亲像甲咱法律上所讲的罪是无啥共款。怎样活伫即个社会中间，大家看即项代志，认为即个人是有罪，然后耶稣伫即个人的社会中间，怎样看待即个人看做有罪的人，怎样帮助伊？这是咱今仔日爱看。落去遐这，虽然讲即马现代医学甲咱教讲即款汉生病也是所谓的麻风病，实际上是一项无容易传染的病。但是伫2000年前，医学无发达的年代，甚至19世纪拢是共款，毋知影即款病的原因。所以对待汉生病患者的方式，所谓麻风病的人的方式，就是互即款患者脱离社会，甲因关一个岛，还是互伊莫甲正人活伫同一个住伫同一个所在，还是限制因的行动。这互咱想到，就亲像咱所大家听到所谓的罪，毋是遐简单，犯着什么法律？其实，咱爱思考即款罪，伫咱的心中，有可能是即款罪恶感，一款自责。你责备你家己，讲啊，我当时若安怎，今仔日就袂安尼，还是啊，拢是我的毋对，还是另外一款倒变的怨恨。如果有错，都是别人的错，也是歧视。歧视是啥物？你拄着一个人，啊，你就看伊无顺眼，啊，一开始就看伊无顺眼，啊，不管安怎伊安怎表现，你就是无顺眼啊，这叫歧视，也是刻板印象。过来一款是啥物？霸凌。霸凌是啥物？霸凌其实，连他大家，嘿。你看伊不顺眼，你嘛大家拢看伊不顺眼。这个心态就好耍，这心态就好耍。其实，咱知影即马社会学家、心理学家甲咱讲，啥物叫做霸凌？霸凌是一个无助，你无助，你感觉自己没有力量，所以你要透过这款行动来表现讲，我会当控制情绪。若无你无需要讲，一个人伫你的身躯边，你无需要讲无代志去找伊的麻烦，但是透过找伊麻烦，你会感觉讲你是正人的中间，你有影响力，这叫做霸凌行为啦。你若较看来看，啥物叫做人的罪？其实这拢是一款负面的情绪、负面的态度、负面的世界观。你看啥物可能拢有问题，然后你心中有侪负面的情绪，甚至你的行动是造成别人的痛苦。这会当讲就是，所以这毋是讲真正迄款犯着法的罪，是迄款负面的物件放伫你的心中，造成安怎？造成咱甲上帝煞愈来愈远，你无办法感谢。你会感觉我感谢啥物？即个社会遮尔黑暗，我身躯边的人拢遮尔无好，甚至我感觉我家己遮尔无好，你着甲上帝会哪行哪远啊？搁来是造成啥物？人甲人的关系愈来愈远，因为你看别人拢感觉无好，也是讲你看家己无好，你毋敢要甲别人真正好好来斗阵，所以咱爱斟酌来想，无错，为什么即款汉生病、即款皮肤病的症头伫圣经内底，遮尔常常互圣经来提起？因为这是上明显的。
你感冒无拄拄外表看会出来，你心脏无好无拄拄，可能医生看会出来，但是一般的人看袂出来。但是皮肤有镜头，众人看会到。但是耶稣透过今仔日，伊伸手摸即个汉生病、即个麻风病的即个人，医治伊的镜头，其实是爱咱看到，咱莫无看到咱心中一款负面的情绪、负面的态度。咱爱看到咱的内心，甚至咱面对每一个人，咱爱学习看到行动背后迄个内心。咱每一个人心中拢有欠缺，但是咱往往敢若看迄个外表的行为、迄个行动、迄句话，咱无想讲即个代志的背后，其实是人的欠缺。但往往忽略着心中的欠缺对咱的影响，对别人的影响。所以下这，咱爱知影，新约圣经、旧约圣经拢不断甲咱讲，只有上帝会当互人甲人的隔离来得到弥补，来互人更好。只有上帝本身才会当将人带转去上帝遐，亲像即个所谓的太高病的病人，也是咱讲汉生病较正确，也是华语讲生大麻风的人，即个患者，伊请求耶稣医治伊的时阵，耶稣是用伊的手亲手去摸伊。咱爱知影顶礼拜，若咱兄弟拢会记起，咱顶礼拜讲耶稣的医治是啥物？上帝掌管世界，伊有至大的关联，所以天父上帝道成肉体，称做耶稣。耶稣也惊即款的关联，所以毋免亲自到迄个便随半身不遂迄个人的身躯边，毋免摸伊，就会当医治。为什么今仔日这经节较头前煞伫第二礼拜安尼讲？因为咱会当做一个比较。耶稣伫遮，耶稣当然会用讲的，你医好啊。甚至耶稣只要讲，只要心内想，我想嘛医会好。但是耶稣是用伸伊的手去摸即个患着皮肤病的人，即个行动意义真大。因为耶稣伸手去摸即个当时的社会，当作是危险，当作是威胁，当作是真袂当摸一，甚至爱甲人离开远远。即款的病人，耶稣用亲手去摸伊，这代表讲耶稣医治的不只是伊皮肤的镜头，佮透过伸手接纳伊的行动，互即个患着汉生病的人得到信心，得到勇气，重新回来社会中间。这正做伊回来人的中间的第一步，因为伊感受到有人大声伸手来摸伊，这是偌尔啊重要。有时阵，咱想到教会事工，咱会想讲办做活动，但是煞袂记起耶稣。耶稣带领12门徒，耶稣伫旷野传福音，伊敢有办侪迄个乐龄健康活动，也是敢有办侪即个野外旅游，过去大家去倒位泡温泉、住5星级饭店，耶稣拢无。
但是透过耶稣12门徒，甲使徒保罗因努力，是几千人信主。有时咱想回来，这代表什么？代表什么？大声耶稣透过医病的行动，大声伸手去帮遐个正人无愿意帮的，也是正人无看到的问题，伊伸手去医治，伊用贴心的行动，互正人看见，也互这需要的人感受会到。用这来思考，教会事工要安怎来做？我感觉这较正确，这较是真正郑重宏心，毋是擦边球伫遐想真侪活动，办的人辛苦要害，来帮忙的人感觉哦真辛苦，然后参加的人有时是动员来的，参加，佮感觉讲哦，我过来用这些时间来斗捧场。我感觉即马侪教会会产生问题，拢是对遮来的。主办人讲我做留汗，互人嫌留汗；工作人员讲我来做，我开我的时间，甚至我努力奉献，结果佫扣你迄个顶面的人讲我做无好，佮佫有别人讲我做无好，嘛真辛苦，嘛真心情嘛真无好。然后会友拢爱动员来斗捧场，甚至佫规定讲爱带几个教会外的朋友来参加，结果大家拢心情歹，牧师嘛经验过，甚至有先识甲咱的中职讲过，讲我嘛是安尼过来，但是后来咧，大家心情拢歹。本来来教会是要有一个灵命的家，兄弟姊妹大家和谐做伙，煞变做来教会变成真大的负担。莫怪，即马教会界每一间教会问题拢哪来哪济，敢毋是就是安尼？咱欠过迄个耶稣的手去帮需要的人。这是比喻啦，无拄拄爱咱手乱摸。我讲的是迄款实际贴心的行动，互需要的人感受会到。这较是真正教会事工第一项。咱知影，佮转来讲到即个所谓人心中的欠缺，迄款负面的物件，讲到破病。有真侪病是正常，一般会感冒，亲像一般会感冒。加休困，加啉水，补充营养，差不多咱平常时会得到的病，差不多拢会当控制，至少控制，甚至有诶好像感冒。加休困，加啉水，补充营养，心情爱好第一。但是，即款人心中的负面的物件，人心中的欠缺，往往袂家己来好。地教讲，真侪人，尤其有宗教信仰的人，想要用家己的方法，用人的方法，来互家己心中的欠缺，即款心中的负面情绪、负面的态度，来得到医治好，用人的方法。所以咧。有的宗教人士真爱靠着自我操练，我家己将我家己来操练得好，想讲安尼变成完美的圣人，但是人敢有可能完美，煞变做表面功夫啦。过来有的人当做讲，想讲我做善事，做真侪善事，但是咧，你若做善事，但是这毋是真正出伫回应上帝，往往到后来，毋是出对感恩，毋是来实践听别人亲像家己，煞变做是为着家己证明家己是好人。
我说本末也倒置。有的人讲，安尼我努力，我真做一个人生胜利组，安尼来见证上帝的关联。但是咧，即款的人往往伫社会中间，到后来，拢互人感觉讲，好像离人群越来越远哦。因为这毋是真正出队，要服务社会，毋是用服务社会、服务众人来回应上帝的呼召。你听这，只有倚靠上帝，人才会当真正脱离罪恶的捆绑。所以，咱要学习今仔咱所读到即个麻风病人，即个汉生病的病人，伊知影家己的病无办法家己好，伊知影伊无能为力，所以愿意主动来找求耶稣来医治伊。即个主动真重要。伊毋是讲啊，等耶稣来，耶稣你应该知影我的欠缺，所以你有免我讲，耶稣就会来甲我医治。毋是，伊主动，因为伊知影伊无能为力，伊知影谦卑家己，我无办法，我只有靠着耶稣。所以当即个汉生病人找求耶稣，请求耶稣，耶稣就用手来摸伊，病就医治好。这是咱基督徒爱思考的，咱需要透过谦卑咱家己，咱拄着困难的时阵，咱爱甲耶稣基督，甲伊承认讲，我无办法，只有你有困难，我有欠缺，只有你会当帮咱。你听这，上帝是听，伊听这个世界每一个人。就算讲咱以前捌背逆伊，以前咱捌得罪伊，也是以前咱有啥物做啥物代志无下伫伊的旨意，但是上帝毋捌放弃咱，上帝爱咱，会当活伫即款丰丰富富、充满快乐。人甲上帝的关系中间，所以佮讲一遍，就是圣经内底所写着即个上帝爱咱甲伊安怎？上重要就是咱甲上帝的关系。所以旧约一开始就一直强调，上帝爱做咱的主，咱做伊的百姓。伊爱咱甲伊有一个好的关系，透过即款好的关系，咱甲人有好的关系。关系这是咱信仰中间真重要的，听就是即款关系。你若甲别人无关系，安尼听是一个口号，因为咱有关系，所以咱讲。上帝听我，我用听来回应上帝的听；上帝听我，所以我用上帝的听来彼此相听。这拢爱有一个关系伫咧。上帝一遍一遍来带咱，当咱走逝的时阵，伊带咱转去伊遐，这就是伊爱咱，期待咱甲伊维持一个亲密佮好的关系。所以，当即个汉生病人恳求耶稣来医治伊的时阵，耶稣对伊讲：“我困，你已经清气啊！我困，你已经清气啊！”耶稣无去管着当时的社会安怎看即个病人，伊伸手去摸伊。互伊的身躯内心详时得到医治，同款的，耶稣也等待咱，愿意伫伊的面前讲：我无够野，我无办法，只有靠你。伊无爱咱内心，搁互迄款罪性、罪恶感、负面的情绪。
继续来控制咱，来互咱受苦。这是为什么耶稣2000年前行向十字架，透过伊的受苦，死个活，为着咱来受的。来兄弟，咱基督徒所以会当甲上帝有即个关系，并且会当透过信心、望甲听，甲上帝做伙同行。毋是因为咱家己的功劳，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帝赏赐咱即个恩典的礼物。什么叫做恩典？我不配你互我，这叫做恩典。毋是咱家己的材料，是透过耶稣基督，是透过咱谦卑咱家己，咱甲耶稣讲：我无能为力，只有靠你。我有欠亏，只有你知影。就今仔日开车的时阵，我想到一项代志。什么叫做基督化的团体？基督徒、基督教、基督信仰的团体，就是袂看有病的人是罪恶。基督信仰的团体，袂看一个人年老是负担。一个基督信仰的团体，袂看细汉囡仔的细汉看做问题。这叫做基督信仰的团体。所以弟兄兄姐，耶稣医治这个汉生病人的故事，甲咱基督徒爱咱学习的，就是咱每一天，咱爱亲像这个汉生病人同款，反省家己，看起家己的欠缺，也知影讲咱其实只是一个受上帝赦免的罪人。咱无上帝的恩典，咱只不过是罪人。咱也爱提醒咱家己，既然这个罪性只有靠着上帝会当甲咱医治，所以咧，罪对咱的性命以及咱甲上帝甲人的关系是影响遐大，所以咱莫袂记。咱基督徒时时刻刻拢有上帝的恩赐，有上帝的恩典伫咱的身上，咱莫袂记这，帮助咱来面对所有罪恶的挑战。咱因为有上帝的恩典伫咱的中间，咱也会当伫感恩、见证甲服侍上帝、服务正人的中间，咱靠着恩典来活。但是上重要的，咱爱亲像这个麻风病人、这个汉生病人同款，咱愿意来找求耶稣基督。咱甲伊讲：主啊，你若困，就会互我清气。相信耶稣也伫遐等待咱，要甲咱讲：我困，我困。咱大家做伙压头来祈祷。慈悲疼痛的主上帝，阮实在感谢你，感谢你，互阮看见，阮是活伫最人的欠缺的中间。主啊，你帮助阮看见人的欠缺，看见家己的欠缺，你是催逼阮来就近你，互阮学习到。只有靠着你，阮才会当得到真正生活中间的平安甲欢喜。因为你爱阮，甲主你有亲密的关系，你也爱阮，互你来牵阮来行。所以恳求上帝你帮助阮，互阮时刻反省阮家己，敢是有甲主你哪行哪近，也是阮。因为家己的骄傲，因为家己心思无纯，致到阮离开你哪来哪远。恳求上帝你帮助阮，用
感恩来领受你的疼，也用你的疼来彼此相疼。因为阮看见你用青春手来医治病人，你互阮知影，你的圣手也伫阮的心上来牵阮来行。愿主你互阮会当用开放的心来彼此相对待，用包容的心来彼此相包容。也愿用主你的疼，存疼心的手来彼此相扶持，彼此相照顾。愿主你帮助阮带领阮。阮的祈祷是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下面咱三个来吟会的圣诗，圣诗151首，圣诗151首。主我的就问你，来问我你，虽然着被十架，来求你扶持，我心时常吟诗。主我爱就问你，主我爱就问你，来问我你。咱三个起立来吟。主
请坐。下面奉献，咱请御节执事甲济南执事来书献。下面我来报告，请咱先开周报。咱先来看教授评部分报告事项。第一项，本会要订立2023年2月19召开贺会甲胜利典。1月29公告会员名册，办理2022年决算案，甲2023年的预算案，选举2023年检校委员2名。第二，载入2023年1月30号第301次的小会，主要议决的事项，第一，要聘请叶景安牧师为本会第6任的牧师案。第一，接纳264次中执会申报的议案，以7中会牧师社例甲其他津贴来相关办理。第二，咱委托工长老甲叶牧师接贴后续的聘牧的事宜吼。第三，行文中会派监选委员提请中委会安排监选，建议2023年2月19召开贺会会员，甲会后办理监选。第三项，小会公告，根据第300次小会审核的名单，办理2023年2月19定期贺会，1月29已经开始公告会员的名册。即中间剩最后一礼拜中间若有更正，较赶紧加书记名义长老来更正。下底是会员节日本会的会员数咱家己看。第四，1月31小会甲叶景安牧师共同签署聘牧者同意书，文件已经送到7中会。中委会也已经接纳2月19派监选委员杨胜荣牧师、胡燕妮长老同意贺会甲监选聘牧案做伙办理，咱请关心大岛。过来，咱看倒手柄的部分，诸位活动，注意礼拜上午10点，注意圣歌队练唱日，注意上午8点45分，早间祈祷会咱目前是暂停。圣港事件的部分，咱本周的招待是尤来兄甲谢松杰，插花是张老师，清扫是名义长老。后礼拜讲道黄春生牧师，书会是济南执事，苏琴是玉珍姐妹，领唱是余阳兄，书献是我本人甲秋梅执事，招待是文良兄甲现忠兄，插花是梁长老。清扫是元姐，下面奉献的部分也有出入的，请较我本人也是甲秋妹执事来更正。过来，咱看正手边下底部分，咱本周的金句，我用台语和日本读1摆，咱大家读2摆，华语读1摆。
耶和华无算伊做有罪，伊的心无干柴，借人有福气。诗篇32篇第20，咱一声来念。耶和华无算伊做有罪，伊的心无干柴，这人有福气。耶和华无算伊做有罪，伊的心无干柴，这人有福气。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诗篇32篇2节。咱游玩这个位咧吼，大家讲述来互相请安问好。再来，有关于咱后礼拜要唱一首圣诗401首，愿全能主上帝保守赐福永无替，赐平安完全平安，坚心勇敢拄万难，也望仰望主的面，享受恩典永无煞。愿全能主上帝保守赐福永无替，咱三个起立来吟。上帝是听，伊听咱每一个人，所以咱就爱将咱的万项事交托互主上帝，伊会看顾，伊会带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甲咱做伙伫咧，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下节也个机会。